補時階段，韋利安同羅斯喺場邊發生推撞，而且雙方嘅教練同球員亦都隨即加入。混亂之間，鏡頭影到丹比利直接用手攻擊哥斯達嘅眼部，不過當下球證睇唔到，只係向韋利安同羅斯各派咗一面黃牌，就終止咗上半場嘅比賽。雙方就係喺呢個充滿火藥味嘅氣氛下，暫時翻入更衣室。歡迎翻嚟 LF90，我係 Al 波蘇。講起英國倫敦嘅球會，你哋第一時間會諗起阿仙奴、車路士定係熱刺呢？同樣身為倫敦嘅頂級球會，過去咁多年三隊喺球場上上演過嘅精彩打比數之不盡，當中又以阿仙奴對熱刺或者阿仙奴對車路士嘅比賽火藥味最為濃烈。不過另一個對賽組合車路士同熱刺之間，其實都曾經有過一段水火不容嘅時期。喺詳細講古仔之前，按照慣例，梗係要揾翻場經典同大家重溫先啦。而今日要講嘅就係2015-16賽季由車路士主場對熱刺，一場球證派牌派到手軟嘅火熱激戰。2014年，狂人教頭摩連奴第二次上車執教，喺經歷完第一個賽季嘅四大皆空之後，摩爾季嘅車路士果然大顯神威，提早3輪奪得英超冠軍。不過既然摩爾季嘅都市傳說係咁準確嘅，摩三季嘅下場自然亦都如期而至。隨住一代功臣杜奧巴同埋斯治等人嘅離隊，車路士喺2015年嘅夏天轉會窗決定大手換血。不過當時論財力，車路士已經唔係唯一俾得起大錢嘅英超球會啦。結果同其他豪門爭人爭咗成個夏天之後，車路士嘅陣容並未得到明顯補強，而後防線更加只能夠繼續依靠狀態開始下滑嘅泰利同埋伊雲奴域等老將。結果摩連奴一直引以為傲嘅防反戰術喺今個賽季徹底崩潰，頭16輪聯賽慘吞9場敗仗，令球隊一度跌到落降班邊緣。結果球會老闆阿巴莫域治無奈之下，決定將摩帥落鑊炒魷，同時揾咗佢嘅好朋友希丁克成為車路士嘅救火領隊。而有別於車路士嘅意外頹況，今集另一位主角熱刺當季嘅表現非常搶眼。自從阿根廷籍教頭普捷天奴喺2014年上任以嚟，熱刺嘅進步可謂有目共睹。2015-16賽季喺其他傳統英超強隊集體失準嘅情況下，進入聯賽最後直路，唯一有份爭奪英超寶座嘅球隊竟然只有熱刺同埋李斯特城。由於熱刺開季表現慢熱失咗唔少分，所以嚟到今集第36輪嘅聯賽開戰之前，踢少一場嘅熱刺暫時以8分落後榜首嘅李斯特城。換言之，如果今場熱刺未能全取3分嘅話，將會徹底失去爭冠嘅希望。賽前訪問，一班車路士球員表示希望喺自己主場終止同城對手熱刺嘅爭冠之路，而呢番發言意外激起咗熱刺全隊上下嘅憤怒。雙方喺賽前記者會就已經充滿火藥味。到底今日會係車路士成功扮演爛老虎，定係作客嘅熱刺會喺史坦福橋球場大肆作反呢？我哋即刻返現場睇睇。陣容方面，主場嘅車路士由暫代領隊希丁克排出4-2-3-1嘅陣式，門將係比高域，一隊中堅由隊長泰利、火拍卡希爾出任，而左右兩閘分別係艾斯派古達同埋伊雲奴域。中場方面有夠晒硬淨嘅米基爾同馬迪拍檔打雙防中，而進攻核心除咗有法比加斯之外，仲有兩隻快翼柏杜同埋韋利安。最後肩負入球重任嘅就係外表夠晒兇神惡煞嘅迪亞高哥斯達。至於作客嘅熱刺呢邊，領隊普捷天奴同樣排出穩守突擊型嘅4-2-3-1陣式，門將係隊長羅里斯，4個後防由左至右分別係丹尼羅斯、維頓漢、艾達韋列特同埋獲加。中場方面有戴亞同丹比利拍檔打雙防中，而轉守為攻嘅核心就有丹麥名將艾力神加左右兩隻翼鋒拉美拿同埋孫興文。最後前場單箭頭仲有今季球隊首席射手哈利簡尼。關乎今屆英超命運嘅倫敦打比大戰，由藍衫主場嘅車路士首先開波。開場雙方嘅身體接觸已經非常多。第4分鐘，車路士開出角球，卡希爾力壓對方頭槌攻門，不過可惜頂唔中目標。第11分鐘，熱刺嘅左閘丹尼羅斯後上助攻，唔理咁多，直射埋去嘅呢腳質量都有翻咁上下。如果個波識曲墜翻落嚟，睇怕比高域都要舉手投降啦。同身處喺中游位置無欲無求嘅車路士唔同，仲有爭冠可能嘅熱刺，今場波明顯踢得比較積極，喺開場早段就一直壓住車路士喺後場狂攻。不過對於擅長穩守突擊嘅車路士嚟講，場面形勢隨時可以用一次反擊就逆轉。法比加斯喺第27分鐘嘅射門，差啲就協助車路士入球領先。轉個頭又輪到熱刺反擊，孫興文避開防守再起腳嘅射門，雖然力度十足，但係換個角度睇，呢球其實射到離晒大譜，難怪場邊嘅普捷天奴表情都有點不滿。第31分鐘，迪亞高哥斯達接應傳送，喺禁區外擺脫防守後射門，不過羅里斯鋒位做得好，及時將個波單手托出底線。第35分鐘，熱刺打出精彩配合，
拉美娜一腳直線送上單刀，簡尼大波過埋比高域，再輕鬆射入空門，1-0。作客嘅熱刺成功反客為主，喺呢場打比大戰先拔頭籌。而呢個入球亦都係年僅23歲嘅簡尼今個賽季嘅第25個英超入球。唔知道當時有幾多人相信佢將會係英格蘭未來10年嘅第一中鋒呢？重新開波後，兩隊火藥味開始升溫，迪亞高哥斯達同維頓漢攬埋一嚿，而球證亦都隨即掹出黃牌。原本以為會一人一張，但結果只有維頓漢一個收到。呢個判決無疑更加激起咗雙方稍後嘅矛盾。第40分鐘，熱刺右路地波傳中，拉美娜嘅射門雖然被擋，但禁區內仍然一片混亂。結果孫興文門前失機，被車路士驚險解圍。臨完半場之際，車路士後場失誤被熱刺打反擊，孫興文接應艾力神嘅妙傳，側角度射近柱得手，2-0。熱刺進一步擴大領先優勢。上半場多次失機嘅孫興文，總算用一個關鍵入球將功補過。對於車路士嚟講，落後一球同兩球嘅壓力可謂完全唔同，而且呢球仲係咁低級嘅自爆失誤所導致，相信全隊士氣一定會備受影響。補時階段，韋利安同羅斯喺場邊發生推撞，而且雙方嘅教練同球員亦都隨即加入。混亂之間，鏡頭影到丹比利直接用手攻擊哥斯達嘅眼部，不過當下球證睇唔到，只係向韋利安同羅斯各派咗一面黃牌，就終止咗上半場嘅比賽。雙方就係喺呢個充滿火藥味嘅氣氛下，暫時翻入更衣室。喺繼續睇火熱嘅下半場之前，希望可以先俾個 like 同埋撳個訂閱。如果想睇新片預告同埋更多足球資訊嘅，就記得 follow 埋 LF90嘅 IG 啦。雙方換邊之後，熱刺仍然係攻勢較多嘅一方。開場冇幾耐，簡尼喺禁區窄角度嘅趟射，又一次考驗車路士嘅後防。1分鐘之後，中場後備入替嘅夏薩特喺左路突破之後揾到空位起腳，可惜撳死咗個波，被羅里斯輕鬆接實。第58分鐘，車路士開出角球攻勢，卡希爾把握禁區一片混亂，喺人群中勁射破網，2-1。主場嘅車路士成功將比數追近。鏡頭轉播住李斯特城球迷一齊慶祝嘅畫面，呢一刻佢哋肯定全力支持車路士，因為只要佢哋喺完場前逼和熱刺，李斯特城就會自動奪冠，締造英超傳奇。追翻一球之後，車路士成隊嘅士氣翻晒嚟。第62分鐘，哥斯達喺禁區邊分俾韋利安，不過後者射門射得太正，結果被羅里斯飛身接實。第72分鐘，韋利安同法比加斯吸引晒防守注意後，交俾夏薩特，後者直接傳入小禁區，好在熱刺有獲加及時解圍。稍後輪到熱刺把握機會打反擊，先有後備入替嘅美神射門被擋，再有艾力神嘅補射被伊雲奴域飛身化解，熱刺就咁連續錯失咗兩個可以鎖定勝局嘅機會。第83分鐘，夏薩特中場策動攻勢，同哥斯達一輪默契配合後，一腳射穿羅里斯嘅十指關。大難不死有後福嘅車路士成功將比數攀成平手。慢鏡再睇呢腳射門真係直飛死角，神仙都難救啊！由於時間所剩無幾，所以場邊嘅普捷天奴亦都耷低頭冇眼睇。熱刺嘅英超夢睇嚟好大機會會緣盡於此啦。餘下嘅比賽時間，熱刺攻勢冇製造到太多，反而隨住時間越嚟越少，對車路士球員嘅落腳犯規越嚟越兇狠。雖然今場波雙方球員都有唔少犯規，但係講到誇張程度，熱刺呢邊一定更加犀利。去到比賽後期，甚至出現故意踩手同埋多次從後落腳飛鏟嘅危險動作。而面對呢啲可以出示紅牌嘅犯規，今場波嘅主球證卡頓堡竟然都只係出示黃牌就算。結果雙方球員有恃無恐，紛紛加入犯規抽水嘅戰場。坦白講，今日兩隊嘅火藥味演變成咁，好大程度都係因為卡頓堡冇做好場面控制。如果按照正常球例標準，相信冇可能有22位球員可以踢到完場。最終2-2嘅比數維持到尾，車路士喺兩球落後嘅情況下，連追兩球終結熱刺嘅爭冠希望。2015-16賽季，李斯特城就係喺呢場充滿火藥味嘅倫敦打比做背景之下，順利登上英超冠軍寶座。而兩支倫敦球隊賽後仲有唔少花生新聞，轉個頭我哋繼續睇睇。雖然90分鐘嘅賽事完結咗，不過車路士同熱刺一班球員嘅怒氣似乎仲未消散。場邊有球迷影到雙方喺翻入更衣室嘅路上又再爆發衝突，而今次連70歲嘅希丁克都係混亂之間被推跌倒。最終呢一幕加時賽要多名保安分隔兩隊人員先至得以平息。今場波一共產生咗12張黃牌，其中9張屬於熱刺球員。英格蘭足總賽後對插眼攻擊哥斯達嘅丹比利追罰6場禁賽，而兩間球會亦都因為未能控制球員情緒而齊齊被罰款。
對於今場多個嚴重犯規，主教練卡頓堡後來喺一次訪問坦言，今場波其實知道有幾次機會可以出示紅牌驅趕熱刺嘅球員，不過由於擔心熱刺如果最後輸波，媒體同球迷就會指責自己奪去咗熱刺嘅爭冠希望，所以先唯有用黃牌去盡量控制氣氛。聽完呢個訪問自白，只能夠講真係慶幸場波冇球員受到嚴重受傷。如果出現無法挽救嘅悲劇，相信卡頓堡一定要負上全部嘅責任。講翻車路士同熱刺，係經過呢場火熱對碰之後，緊接落嚟幾個賽季嘅交手，每次都一樣充滿火藥味。直至今場涉事嘅雙方球員逐一離隊或者退役之後，兩隊嘅關係先至有所緩和。翻返嚟現在，近年成績一枝獨秀嘅阿仙奴又再成為兩隊頭號敵人。倫敦三雄嘅足球故事，相信未來仲會一直書寫落去。唔知道你哋心入面又最中意睇邊個對賽組合呢？今集嚟到呢度就吹雞完場啦，歡迎留言講下你對呢場波嘅回憶同埋睇法。我係 R 波蘇，我哋下集再見。